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9月10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交通部长时间予甲网络叫车系统 Uber 咧配合的司机去考计程车的营业牌，即阵算话，塔克市的运将出来抗议。一个富林人开电头毛店15啊外档，佮四界招熟识人客参加投资，结果做一摆甲钱款走，受害者今日出面。世界上出名的手机苹果公司今日举办秋天的记者会，发布上届新款的 iPhone 11。顶日咱有报道讲有真侪甲网络叫车系统 Uber 咧配合，使自家用的轿车出来咧接行李载人客的司机。因甲交通部争取讲，新的法条若通过，就要加量一寡时间，互阮去考计程车的驾驶牌。结果交通部确实都有应哩。即马算换这资本咧使塔克市的运将不服，讲安尼敢毋是共款砸阮的生路？早起就有上千台计程车驶去包围行政院，表示抗议。早起8点，车新台客运车甲行政院头前包围起来，中孝东路嘛去有客运车挤甲叉，警方嘛出动告示，要求车队毋通甲车路占掉咧。伫顶江街路口，真侪警方嘛徛伫路口指挥，才勉强留出一条车道，互其他的车来通过。我们政府为什么容许非法继续这样很不应该啦？一天可以跑2、3千块，现在1000多块啊！加上来客运车来遮是为着要抗议，原本定伫咧10月初6要开始执法的103之一条款，也就是 Uber 条款。所以因为 Uber 的驾驶表示，要报考计程车职业登记照的张数无够，无法度来考。交通部决定要互因考掉阿所比的时间。这件代志嘛引起计程车业者的不满，包围行政院来抗议。他前面都不报名，不参加考试，然后在最后1个月的时候才跟你说他考试来不及。那如果说交通部可以用这样的理由继续延长非法营运的期间，那不是就是在告诉大家，其实非法业者是有权利可以一再要求非法营运。计程车产业协会指期，Uber条款到6月份公告到今，已经互因4个月时间。美国交通部是为着要维护 Uber 这暂停条款。报考的已经有6000名了，我们是尽力的去考，努力的去考。目前拿到执证是2000多人，大概还有1万名没有拿到执证。Uber 自救会强调讲，会全力配合政府的政策，希望讲会当人合法且嘛合法。望交通部加开场次，给互因时间。照目前的场次，无法度互正万的 Uber 驾驶专做合法的。对，10月6号还是会执法，只是我们针对有一些那个驾驶朋友他还没有完成职业登记，所以我们交通部才会来研议，要给予有一定期间的辅导期。交通部是强调讲，10月初6 Uber 条款嘛是照常开始，不过因为要互有转现意愿的 Uber 驾驶考照的时间，所以要如何执法处罚配套措施嘛，搁伫研究当中。记者综合报道。消息。国产的轿车若进口外国的引擎来倒，自本干那一粒引擎入海关，税金就要扣到17%半，另日应该会降落来到8%半。汽车产业工会表示讲，因还阁要继续争取。总是经济部工业局话讲，税金是降原在啊，毋过降济啊降少，代志若要做会平，嘛就爱听咱国内家己咧生产引擎的业者讲2句啊。总是一人的主张，毋达着众人的思量。8月进口车正式未超过国产车，市占率到53.9%，创下历史新高。顶半年销量连续4年减少，为着要救国产车，政府打算要提出对策。国产车使用进口引擎税率由即卖17.5%减半到8.5%，甚至是要取消。不过为着要保护国产引擎的研发制造，税率关系各大车厂意见无同，各地整合。降税是一定会降的，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跟车厂谈，车厂的意见并没有很一致啊。有做引擎的那个华擎啊，像裕隆、中华华擎，他们就希望高一点啊。进口零件来组装的人，他就希望低一点。全台上大的造车厂国瑞汽车表示，国产车规模较小，关键汽车零组件拢外口进口。
那印尼进口关税到11.5%，差不多是几台车的进口关税。那是国产车、汽车零组件关税调降，卖降低国产车的生产成本。一定会有比较有竞争力的，因为它对我们的关税要缴给政府的税金，大概会影响2000多块到3000块钱左右的税金，也就是说一台车啦，降到0当然是最好，降到0那就可以影响4、5千块。不过，大部分民众认为，目前国产车价销卡不到就破100万，那是印尼进口关税降低，都应该反映在价销。现在的国产车车价偏高，现在动辄近100万。很正常。如果引擎税下降，要反映在车价上面，并不是反映在厂商上面。他们有他们其他的成本消费的考量，但是消费者权益还是尽量可以顾到了。另外，机车白牌105cc 以下机车，税率上可能拍对半，比较其他民生的必需品，差不多10%左右。经济部工业局表示，已经有听业者甲财政部意见，预计20天内底完成初步的调查报告，上紧今年底、明年初就当适用。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今日早起郭台铭甲郭文铁做伙约伫咧新竹的城隍爷庙参拜，两个搁坐共道食上出名的炒米粉。郭台铭嘛亲身赶中秋饼送郭市长因时大人。刷落去，郭先生搁赶一饼来到台北，送立法院前任的院长王金平。两个人一个小拄头尔，是声声句句一直讲，人民的利益比较党的利益搁较要紧。趁伫中秋之前，郭台铭、郭文哲再度合体，早起6点就去新竹城隍庙参拜。两个人搁专工走去点心搭食新竹米粉。郭台铭当场将洗哩度的外套甲尼古带脱落来，大喙食米粉。郭郭某因当中合体，宣告中秋起义意思真明显。要选不选，当事人来讲就好了。他总干事是吗？在立委应该会去帮忙的，总干事再讲吧。其实我跟你讲很多东西又没是说顺其自然这样子，顺其自然的，但是也要尽力的。郭郭合体，连电因有副党孙明志嘛，对伫边仔挺郭台铭。了后，郭台铭搁炸月饼亲身去郭文哲的爸母厝里拜访。月饼盒仔内面有夹无忘初衷、为国为民的纸条啊，看得出来郭台铭对2020强烈的企图心。就是说到在家里，这就是台湾的勒手。壁虎可以来帮你选举，他说 OK。那我们现在送月饼，生日快乐！拜访完郭文哲的爸母，郭台铭搁随我登来台北，亲身将月饼送给王金平。内面夹的纸条是写“不忘初衷，上天之路，顺应因缘”。王金平嘛当场回送一顶目前上时行的顺德宫的帽仔，祝贺郭台铭夺冠。这个国家及人民各种利益都要在党之上，这是我们共同的理念。4年以后啊，选不对人的话呢，台湾照样的存轮下去。人民利益必须重于这个任何一些党的旨意啊。所以说，我们大家理念相同，国家这个在转型，把6师的这改正的过程中，院长决定一定可以发挥他最大的影响力跟最大的经验，替国家呢的发展未来发展注入一份新的生命啊。2020大选，郭郭王隔壁的合作愈来愈清楚。中秋起义非做不可，郭台铭参选起跑的哔哔声随时拢会响起。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蔡英文总统今日接见来台湾访问的美国国务院，就是美国联邦政府负责外交的部门内底副助理国务卿Scott Busby。Busby昨公开发言的时候提醒讲，离咱台湾总统大选剩无几月日。中国的日头已经下真重，要用满世界假消息来影响这局选举。蔡总统今日嘛甲伊讲，当对付假消息，咱民主国家就要更加牵手合作。近来散播假消息的手法是日新月异，对区域的稳定发展是造成了影响。面对这样的挑战，民主国家之间的携手合作比以前更加的重要。
台湾跟美国一样，努力的捍卫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那这次合办2场重要的活动，见证了台湾与美国在印太地区是可以做出贡献的伙伴。期盼透过印太民主治理咨商对话，作为台美定期交流的平台。蔡英文总统强调讲，全世界有愈来愈多国家同齐咧享受自由民主的价值。自今年开始，日本甲瑞典嘛做伙举办全球合作甲训练系统的组织这方面的活动。蔡总统也望讲，经过台湾甲美国互相协调，会用得将台湾的民主成就分享予咱四边有要徛共阵的这个国家。国防部今日公布2019年国防报告书，这也是蔡英文总统上任到今第2本的报告。内面记载讲咱普遍的国防计划的安排，同款是保持伫咧保卫地土、固守城池，一言一言甲敌人吓互惊。报告书内底一来有强调咱国现时军队的阵容，二来嘛点出中国军事的动向，甲因咧面对战争的方针是安怎样安排。国防部公布2档1版的国防报告书，2019年以和平保卫者做主体。虽然整体防卫构想依然是维持防卫固守、同定系组，内容内面大篇幅介绍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佫头一摆以大量图表的方式展现具体的内容。在安全威胁则凸显中共从未放弃武力犯台，积极对台军事准备，试图片面改变台海现状，对我国防安全形成了严峻的挑战。针对中国军力发展讲到，以被动反击逐步走向主动先制，更加介绍中国军事3步行的阶段。国防经费增加，中国的国防飞弹的射程和涵盖范围，其中东方系列不但是涵盖台湾，更加是到第2岛链的四周边，对印太地区造成威胁。中国大陆，那么它的能力已经超越第1岛链，那么即将走向第2岛链。那么在这种过程当中，那么中华民国在印太战的角色，当然就会更加提高。这个军方嘛头一摆明确公布防卫构想示意图，并且区分滨海决胜、滩岸占地2阶段。嘛头一摆将国军嘅消息澄清示意图纳入报告书当中，强调要及时回应。特别注意的是，报告当中采用总统蔡英文的相片是这3档内上济，真有宣扬政治的意思。国防部是强调讲，这拢是时度成果，敢若是忠实呈现。记者综合报道。当年在咧调查县市长施政满意度的《天下》杂志，调查讲高雄市长韩国瑜满意度是所有县市内底排上尾名。早起高雄民进党立委甲议员就去到市府，要求韩国瑜来照聘照行，因为伊捌讲，若做了无好食，毋免人来罢免，家己就会罢免家己。结果韩国瑜本人嘛有现面，双方是一句来一句去。高雄完蛋！高雄完蛋！高雄民进党一个立委议员举着标语指出，《天下》杂志评比韩国瑜的施政满意度伫全国县市首长当中是吊车尾。这时来到凤山行政中心，要求韩国瑜事先捌讲过，若做无好会家己罢免家己的政治承诺。韩市长要履行他自己曾经讲过的话。他有曾经提到过，如果他做得不好的时候，自己就会罢免自己。那我们所有的高雄市民眼睛都睁得很大，耳朵也睁得很开，想听听韩市长怎么回答这一题。民代摆一摆，要求韩国瑜唔免等罢免，直接来施政。啊，毋过记者会还未开煞，本来咧主持会议的高雄市长韩国瑜雄雄出现。讲完了没有？讲完到里面喝咖啡，来。伊讲来这时刻邀请这立委坐落来做伙讲，啊，毋过伫现场，双方面讲话是你一句我一句，应来应去。你自己说过的，做的不好的话，你自己罢免自己。您的回答是什么？讲完了没有？他做的不好，我会罢免我自己。我再重申一遍，我会罢免我自己。市民朋友如果对我们的团队认为打拼的不够，努力不够，我当然可以罢免我自己。为什么不行？台湾民主史上没有发生过这个事情，就从我身上开始，没有问题。民进党立委爱韩国瑜回应，到底敢要实质？韩国瑜只是回击征调的负债伤济，互新市府真拍拼的经济，嘛努力来扫掉双语的教育等政策来照顾市民。韩国瑜强调民调的结果伊接受，嘛承认市府阁有真侪检讨的空间。啊，毋过双方面始终是一直讲家己的话。韩国瑜最后讲爱开会离开现场，啊，毋过也是有议员大声咧喊爱韩国瑜甲高雄回失的。记者王刘婷、陈显坤高雄报道。
内政部2018年度统计讲，咱国老大人的人口比例占总人口数的14%，也是已经正式进入高龄化的社会了。全国各县市以新北市老大人的人口数上介济，有超过51万人。所以新北市长侯友宜今日公布长期照护的新政策，包含讲医疗、照顾、佮安养3方面，拢有考虑甲到。真久无修理的旧校舍，新北市政府将偏华国中旧地址、积水国中边的国有地，打造成高龄主体甲青年社区。我们特别提出来，希望改造碧华国中原有的旧校舍，在明年搬迁以后，我们要推动一个迎向未来场，里面就结合我们的医疗、运动中心以及我们的安养，还有我们的产业进驻。所以会变成我们全台湾唯一宙 all in one 的一个新的医疗照顾的方向。根据内政部统计，新北市老人人口数量是全国上济，老人人口的比例嘛是6都上悬。为着未来超高龄化社会，新北市政府将无地所用校舍、甲土地结合周边社区机能，长照、托老甲育婴、医疗、居家照护、超级商场。65岁以上的长者，他中间有85% 的比例呢，有一种的慢性的疾病，所以我们要用医，还要用运动营养。然后还有安居的安养要来照顾，我们希望这些长者呢都能够保持他的自立自主，然后都能够避免失能失智。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面对高龄社会，新北市医疗资源严重不足，在未来3年内底要增加2000多张病床，更要新增加罗州病院，打造智能卫生所甲远距离医疗照护，希望用医、动、用3大方向打造老大人的优势城市。记者综合报道。财经上界新，全世界同人知手机苹果公司今日举办秋天的记者会，发布上界新款的第11代 iPhone。这嘛是目前苹果公司上界关卡的手机形体，顶头安3粒镜头，翕相的效果嘛搁较优导。这支手机雪上市面的介绍嘛，比较因发布顶一支的时开喙了是有较俗。9月20日，台湾就要开始卖了。有能力1200万像素，120度超广角镜头加广角镜头的双镜头系统。iPhone 11伫台湾时间11号透早正式展示，有6种色水，搭配号称是目前手机内面处理速度上紧的 CPU， 电池比 iPhone XR 加动1点钟，也有暗暝翕相模式，加支援慢动作的自翕模式。This is iPhone 11, the next generation of iPhone, and it is jam-packed with great new capabilities and an incredible new design. We have an amazing dual camera system with an all-new wide camera, 3 times faster in low light. And we have a new ultra-wide camera with a 120-degree field of view. iPhone 11公布的介绍是美金699块起，伫台湾上价介绍是24900。过来自 iPhone 11 Pro 加 iPhone 11 Pro Max 有4种色，像这半米7这台后壁有3个镜头，搭配功能正强大眼镜翕相新系统。不过有人认为伊碰起来镜头破坏伊的外形。第5代 Apple Watch 伊表仔卡有真侪材质会当镜，这边介绍的重点是伊的荧幕会当一直拢光的。Introducing Apple Watch Series 5, featuring an innovative new display that is always on. With previous models of Apple Watch, when you lowered your wrist, the display would go completely dark. But now with Series 5, you'll always be able to see your time and complications. iPhone 3种新机拢会伫个9月13暗开放预订，9月20迄天伫台湾开始卖，而且上次的介绍会比前一代小可较强，所以旧款机也会低降价。记者综合报道。来讲，美国总统川普又搁经过网络放声，开除手下一个重要的幕僚。9月7日，川普伫咧网络用 Twitter 大文章讲，白宫的安全顾问波顿建议的方向不时的甲我无相共。我看伊的工课归期到这告一段落。不过波顿本人嘛，同款大文章出来应声，讲人我是家己开喙讲唔大，唔是去互川普总统甲我请甲死。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甲财长梅努钦参加这场公布对伊朗新制裁措施的白宫记者会，日本国家安全顾问约翰波顿嘛要出席，所以波顿向头家川普开除，为三人记者会变做到2个人。So last night, the president asked for Ambassador Bolton's resignation. As I understand it, it was received this morning. 今年70岁，波顿是川普上台以来任用的第3个国安顾问。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消息指出，波顿副手库普曼会接叶会。President who ran as an unconventional president with no prior military or public service has an unconventional policy-making style, and that has real consequences when it comes to our national security. 那川普开除波顿的推文一出来，波顿嘛随即推特表示是该主动要离开的，再个感谢通知熟悉媒体记者。表示当时机好的时阵，会甲内部讲出来，并强调伊关心的是美国的国家安全。波顿是新保守主义阵营的台将，对外政策真侪鹰派主张，定伫白宫内部引发争议。伫对北韩、对俄罗斯、对阿富汗，甲对伊朗政策，一定跳过正常管道，作为家己。川普特别伫办公室讲声上讲，波顿是一个袂正经的人，无一场战争伊无介意。今年较早，媒体报道讲，川普对委内瑞拉政策失败真火大。我谈讲波顿建议，可以就是委内瑞拉反对阵营领袖，会让简单取代马杜罗。不过事实证明，唔是安尼。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东地区的伊拉克共和国，国内一个都市卡布拉是伊斯兰教什叶教派的圣城。9月初10，正咧庆祝因宗教的大节日阿苏拉节，竟然发生人打死人的不幸。现时所在已经有31个人过往，上百个人受伤。救护车继续将受伤的人送往卡尔巴拉的海山医疗中心，因拢是伫阿苏拉节朝圣活动当中被打受伤。迄当阵已经进入朝圣的尾声，就请上班的信众做伙走向伊拉克上界有名的圣殿之一伊玛目海山清真寺。清真寺发言人表示，伫摄氏咧38度的高温之下，几名朝圣者汹涌昏倒，煞造成四周边的人也对咧被绊倒，佮再加上后边的人分袂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代志的情形之下，马上连续8道互人打过。صارت مثل ما تقول فجأة صار التعثر قدامنا مجموعة من الزائرين واحنا يعني تفاجأنا بهذا الموضوع. صار تراكم يعني واحد فوق الثاني أدى إلى سقوط متوالي من قبل بعض المشاركين وبسبب سرعة الموكب 这嘛是这几年来阿苏拉节上严重的死伤，信众会用走的方式，是代表性纪念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孙伊玛目海山。伫西元600年的时阵，无法度及时救援的伝統哀悼。迄当阵海山为着反拍權和反博嘅統治，斷了一陣烈士，伫巴格達西南部的卡爾巴拉戰役，煞當着攻擊陣亡。伊的死亡嘛被認為增加了什葉派甲遜尼派的分裂。阿蘇拉節的儀式充滿哀悼和贖罪，教徒會拍家己，毛爸母甚至講伊阿倒啊，佇咧囡仔的額頭留一道空喙來紀念這個節日。每一年攏有上萬人去卡爾巴拉參加阿蘇拉節，嘛變成恐怖攻擊的目標。2004年巴格達和卡爾巴拉爆炸的事件，造成140個人死亡。2005年，風聲講有自殺炸彈攻擊，嘛發生人打來打去的意外，造成上千人無命。不過官方表示，這個打人的意外甲恐怖攻擊無關係。記者綜合報道。生活的報碼啊！來講台中一個姓柯的負責人開一間電探網店，已經10多月當，人客嘛業績袂少，結果人信用伊，伊煞攏甲人畫山畫水，講要投資7期的土地，啊無就是講倒位啊咧起厝，無就講要招人對回啊免刑啊吧，加30外的厝邊頭尾親情50，提錢參加投資，結果今年7月，伊煞自安尼無看人，早起有10外的受害者做伙出面，講證人計強，互伊拐要3億去。只收到家己所投資的資金，親像淡水沉落底，林先生情緒真激動。手提這條利條，就是當初是和姓柯的負責人資金來往的照記，就是因為收過信任伊，才正式的文件攏無簽，互人凊彩看去。投資這個話，那很不錯哦。那我就把我自己的存款啊，或者說他也是慫恿一些說，您的保單有一些保單也可以跟他解約啦。那這位地勢小姐和姓柯的負責人也有10多年的交情，當初時也是到這間頭毛店受到姓柯一直鼓舞，要真濟點數落來欠，佮向伊強調講家己手頭真濟投資案，都愛到有寡人來。
落尾唔只家己也落入这窟陷阱。拢有甲朋友合伙开美发补习班，因为获利就好诶，所以要甲阮这个好朋友，甲这个好朋友大家拢是独立的，阮拢无熟悉来分享。受害人当中，有人哄骗讲是投入土地，有的爱贷款投资补习班，算的差不多有30多人，总金额有3亿。另外，受害者也投诉这个姓柯的负责人，家己做头毛店已经17档，佮假讲家己真有钱，含真济企业的股东拢有来往，来骗人家己投资，一直到今年的7月，才发现这条代志实在是真奇怪。利用人跟人之间的信任。对他职业，他也有职业，然后呢善良，就用这样诓骗的方式。嫌犯的身份我们已经掌握了，目前没有出境的迹象。那我们正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循各类的线索，积极在查缉之中。警方表示，这个负责人的通缉成分已经过13年的期限，即马已经落手调查，目前有15个人报案，要来继续追查姓柯的负责人下落。记者综合报道。现主时，咱的立法委员出国去考察，去看国外人进步的所在。照规定，要请款的手续是真简单。唔只公民监督国会联盟发现讲，这届立法委员上任3档半，拢总已经开启5680几万出国交流的事费。因才会讲，那连报告都唔免写，干那一张飞机票，就会当请1摆10万块以内补助，安尼是毋是有较无遐合理咧？身体官进前有议员去南澳考察，身体报告那42个字，其中5个字阁写唔对，互人质疑是凊彩应付交交的。但是监督国会一民间团体发现，立委都连表面功夫拢唔免做，出国考察唔免写报告，而且提出机票护照、出入境证明就会当请款。我们过去有听到有人有说过，以前曾经有立委为要实际上拿整笔的费用，他可能只要到香港来回1天，就可以把整笔的经费给请领走。我们认为立法院作为一个最高国会殿堂的表率这样的方式，我觉得有一点点是严以律人，宽以待己。公督员指出，第9届立委上任3档半以来，总共开5680万国会交流事务费，但是依照沿用20档的核销办法，无需要实报实销。对照地方民代，以身体管议会来讲，议员考察的出席人员名单、地点、时间和目的，全部要列出来，国会煞拢无需要公开。公督员讲，这点也互真侪地方议员拢真心善。就是屏东县曾经在2016年发函问内政部，能不能比照国会的核销办法，那让地方的民意代表出国的考察费用呢，能够比照国会。那最后呢，内政部当然是用一个方式就是以都有各自的法源依据啦，予以拒绝。出国考察好像不用写报告。面对这个，立法院院长苏嘉全唔愿意回应，快步离开。公督员要求立法院公布本届的核销费用表，并且赶紧修改内规，应该采用实报实销制，以及公开请领的立委交流的事由，互民众检视。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宜联集团，因伫咧高雄上界出名，这座两边有树荫的大顺路，开发一片好名叫做异想天地大型百货公司，打算明年春天就要开幕。毋过昨那因这栋大楼头前遐树啊，拢互去草草脱角，有诶连树头都规丛割掉。高雄市政府讲，虽然因都有因宜联集团会用甲这树啊刷栽，毋过若对半错，安尼就是已经违规，决定要甲因处分。同做有4楼悬的树啊，红剃头边啊怪树嘛，将树茎挖掉，这个将树啊塞到倒，大顺路是高雄市有名的05大道，树啊向红挖掉，附近的住户向护树团体投诉，但现场工人讲有向市府申请同意。你有去申请啊？有去申请哦。你申请管才会当学。规排树啊已经挖掉2丛，剩7丛嘛红剃头。树正是边仔的异想天地购物广场，为着整体景观设计，向都市计划委员会申请刷树，但护树团队批评，这种做法根本是害死树啊，而且建筑离路边够20公尺，无需要破坏大顺路路树的整体性。大巨蛋在移植的时候引起很多争议，但是他们移植树木的时候，叶子一片都没有剪，然后他们的树头那个土球做的超级大，所以移过去之后，整个树形都还是完整的。他确实他在做施工的时候有一些不良的一些修剪的行为，这边我们做一个
原野做一个筹划。市府强调会依法规开款，严重的竞价会使出新台票2万块以上、10万块以下。但何秀团队希望审查委员莫阁凊彩地为着这段的开发耍走路手。记者王家川面交款各样报道。来看云林斗六东市场这片建筑，因为已经去予建筑师判断讲是个危险的楼仔厝，市公所本地按算昨昏就要拢总封起来拆。不过，咱在地有文书的专家打出来讲，东市场是二次世界大战了后，台湾头一大示范市场，因要争取主管机关认定，当作是历史建筑来打扮。斗六市公所嘛讲尊重地方的意见，暂安无要拆。行到斗六东市场，外口拢已经向围掉咧，无法度入去。东市场建物老旧，搁因为地动变作是危楼。经过斗六公所评估，征收无符合成本，决定要拆除。即摆有摊商和地方文书工作者认为讲，东市场有保存价值，要争取做是历史建筑。前2届拢无过，即摆第3届要搁重启这个审议委员会。因为我用资料加入面，阮这间厝就是民国51年中间哦，全省第一座的4万模案市场。其实它是在战后的示范市场的首座示范市场。那这个资讯其实可以某个方面可以告诉我们，从斗六的3个市场的发展的历史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得到时代的演变。斗六市公所表示，原本规划东市场拆除了后，要往商业发展再利用。也毋过，即马文书工作者要争取东市场登录历史建筑，公所决定暂时未拆。我们也尊重公民团体的意见，他们想要在加快第3次文字审议的部分，我们也会尊重。所以就是在等那个文化处通知说什么时候要审议。斗六市公所表示，东市场经过详细评估，民国106年向认定有安全的记录。市场摊商的合约到今年7月底结束，8月初已经断水断电，目前已经全部围起来，即马就等待文字审议的结果，再过来做后续的规划。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云林的古迹看完，咱换来看彰化。日本时代彰化上界满顶的高滨阁大酒家，二次世界大战了后改建做铁路病院。2011年嘛已经指定做县内古迹，即当阵已经拢总复原，嘛点交予所有官员。台湾铁路局的职工福利委员会咯，毋过讲要招标委托人来经营，到当时已经流标4摆。彰化县文化局嘛出来甲代替这边参详讲，打租金看是毋是会当算较软咧，今后这片古迹较有人脚者来遮行脚到。正对大门用茶做的迎宾大楼梯，涂骹阁是古早的洗石仔地板。彰化县城古迹彰化铁路病院去年底修复完工，未来的委员活化经营。毋过所有权人代替职工福利委员会今年招商已经流标4届。彰化县文化局认为，可能是月租金15万伤悬，互厂商毋敢来。那其实非常多人是有兴趣，而且觉得这栋建筑具有非常好的一个特色。那不过因为在价格租金的部分是比较大家是地方上是比较觉得偏高的。如果真的就是没有办法这个招标出去的话，他们的表达意见是他们会逐次看这个市场机制来逐次调降哈。彰化县文化局表示，彰化铁路病院是1938年起的，原本是同人早的高滨阁酒家，二战结束了后，互代替买落来，先改起做铁路诊所。1970年，佮扩大做铁路病院，开始1800多万修复完成。不过招商流标4届，代替职福会认为，甲租金无真大的关系。他们在做评估的时候，第一个当地的那个消费形态的话，单纯销售文创商品是没有办法支应那个开销的，所以他们都希望能够有一些相关的餐饮的一些设施，但因为古迹就是没办法使用明火。这是他们第一个感到困扰的地方。代替职福会表示，已经甲国内真侪有名厂商协谈过，但是除了国籍的英文有真侪限制以外，建筑物的经价、当地商业形态、甲停车的问题，拢是厂商考量的重点。刷落来嘛，甲在地业者接触，嘛有规划要做互剧组拍片，互古迹有搁较侪功能，搁较有价值。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地理景地的艺术节已经举办第6档，今年是伫咧8地。保卫总队的骑兵仔营、大南森林公园遮咧举办，毋过，就有环保团体出来批评讲，市府你一手咧办地理景地的艺术节，另外一手却顾在大潭这边工业港200多家的海草大石，这款大自然真宝贵的地理景地去互破坏去，根本就是低头毋顾咧顾鸭母卵，抢的毋白，疼去看甲老血。
桃园地景艺术节已经是第6年了。今年伫北地区举办，以保育总队旧营区、大兰森林公园做核心展区，结合附近的西坡比亚、甲儿童美术馆等展区，隆重200场的表演活动，展出3-4件的大型艺术品。不错，很好看。刚刚看你拍那个拍得很仔细耶。我想要上传 LV。看起来很棒，很不错。然后第一次进来军营里面的地景艺术，我觉得非常酷。民众介意，环保团体则是无认同，批评市府哪办地景艺术节，哪放任地景环境强破坏，和第3天然气接收站的开发案，第17年海草大动工，煞无积极作为，根本是看唔到重点，嘛是伫考试地景艺术节。工业港下面至少超过200公顷的藻礁要被挖掉，那过去蓝营破坏的是1公顷，1比200，你还好意思说？你叫绿色执政吗？我们在地景艺术节的办理的部分，不是只有人文的创作，也是有地景的，还有地貌的跟植物的维护。面对官团批评，市府表示，举办地景艺术节是要展现地景，甲价值。按个海草大开发是中央管的，中央市府成立全国第1个海岸管理处，甲全国第1座的海草大生态教室，是真拍拼伫保护地景。按那款团这呼吁选民用选票驾驶政客。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来讲，桃园去年的年尾，桃园市政府开始试办双向4线道的内线车道，开放予乌托邦会用得行。结果实施到单，乌托邦发生事故的比例大大降低4成落来。即马计算起来，桃园市内有330条双向的4线道。交通局嘛决定要开放其中264条，拢予乌托邦会用得行内线车道。啊，你看有一寡有插禁行机车的路面，这个字嘛拢已经糊掉了。只要到上下班的时间，骑机车的人定定地甲大车相争弱路，连面爱闪公车，连面阁爱注意正外的车辆。为着争取机车路权，台湾交通安全协会希望落实车向分流，所以取消内车道禁止骑机车的规定。即阵伫咧桃园市有真侪路段，要倒弯的机车会使直接骑入去内车道，直接倒弯。我们盘点完之后，大概有300多条桃园市内的道路，那排除省道就是300多条。那我们目前在盘点中，我们包括现在已经检视完，已经现况就已经取消禁机了，跟我们目前陆续刨除的部分的话，大概约占了4成左右。交通局指出，桃园市政府伫咧2016年年底经10条道路先试办，甲内车道禁止骑机车规定取消。2017年年底增加13条，因为出车祸的比率明显下降，所以桃园市双向4车道经过盘点有330条，未来会开放264条。我们会陆陆续续希望在9月底之前把双向4车道全部盘点完成，也希望把地面上的禁行机车字样磨除。所以请驾驶特别要留意，到现地行驶的时候，机车驾驶还是要以地面的标志标线行止，遵守交通规则为优先。也有单位提出部分路段无适合，甲内车道开放予骑机车的人，市政府会阁另外会勘，而且以个案处理。警方也提醒，因为有部分路段无开放内车道予骑机车的人使用，虽准讲有人违规，就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罚100块。记者综合报道。地方的放送头近来竹笋大出，台中太平地毋若讲满竹笋真轰动，红地笋嘛是真侪人知名的名产。讲到红地笋，伊是发伫咧太平大理雾峰遮山内斗底，若要挽，就要透早出门，撩水爬山抗山壁。毋则外号人佫讲做站头笋。农友表示讲，今年雨水都有够，红地笋收了比逐永年有较济，发了嘛真水，一袋斤100外块就食会到了。农民用特别做的工具，将青色外皮卸掉，留白色较油的笋肉，这是太平的红地笋，是袂少人爱食的美食。逐年的5月节了后开始大出，农民讲今年雨水较高，红地笋产量比往年较济。我们这个一节差不多2-3公分，差不多一只正常的差不多50-60公分，用起来差不多几两而已啦。红地笋生伫大理太平雾峰隔界山区，人工探种较恶，所以拢是野生的较济。农民时常爱拼性命采收。所以又搁号做站头笋，今年过到雷阵雨节，红地笋毋但产量济，生了搁水，
介绍维持伫1斤100外块。伊拢生伫咧山壁啊，面顶诶，迄无不管好歹土拢共款拢会生啦。天气你啊雨水济，伊就生较济啊。农民表示，红地笋食起来甜国脆，有特别的香味，用水煮过较无苦味。无论是用炒的，或者是煮烧酒鸡，拢真好食，是袂少人食歹拒绝的山珍美味。记者综合报道。台语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你参考。解文说字，讲到食笋，国情啊想到台南府城一个故事。实在讲啊，较早的人吼，连烧麦都会讲道具，你甲我听看卖。因为以早一句俗语话讲，一母无人知，两母烧啥代。府城一个好家人带大母细姨，中秋咱嘛知影讲，着爱坐好一道圆圆，大家团圆。啊，这个好家人，大母坐正边，细姨倒边坐盘椅，对面坐因老爸老母，就是大家大官。即摆大家要食团圆中秋饭，因大母大声鸡肉甲硬起来，讲翁婿啊，即只鸡吼。我家己杀的啦，来食鸡食鸡，一夫就爱配一妻，啊目睭就对细姨甲讲落，吼，迄细姨看到大母咧甲讲尔，赶紧咧低牙起来，共款吼对即个鱼啊甲硬落，讲翁婿啊，这鲈鱼我家己称的啦，人讲鲈鱼养肉啦，翁婿你着食鲈鱼，因为食鱼有大母就爱有细姨，啊但这。好野人，一母无人知，即马两母烧啥代，头壳母咧烧啊呢？赶紧做翁婿的人，嘛将话讲对大家大官去，将猪压起来硬菜讲，当这菜咱阿爸家己种，咱阿母家己烤的。食菜，大母甲囥一个，细姨迄盘咱甲囥一个。讲食菜，大母细姨我拢爱，吼吼。即马换大官，听着讲这菜阿爸家己种的。意思讲，咧讲对一家之主来啊，但我原来就爱讲话啊。即马手底迄杯酒甲捧起来，大官讲吼，来两个新妇啊，后生啊，咱食酒。恁即个翁婿都敢若一双手，恁两个都毋通相争，两个大母细姨就爱讲家友。即马剩大家算即个厝内讲话上大声的人，伊就安尼猪甲硬起来讲来，对台中来。这上界好食的红地笋，恁一人甲我食一喙，食笋，恁两个大姊小妹若毋吞忍，恁即个翁婿打着双骹大相存，心头就乱纷纷。毋则讲吼，咱无论讲好野善啦，千万都毋通因马挂双碗，学人咧带大母细姨，啊若安尼团圆时就会双骹大相存，心头乱纷纷。你讲看有影无？啊，若讲到笋，另外屏东真出名，就是讲说甜凉笋。潮州遮有农民陈景行先生，自6当前开始种甜凉笋。伊好甲讲，屏东日头咧烧，水源地遮拢真适合甜凉笋咧发。伊毋若讲采用对土地较友善即款种植的方式，佮邀请市民大家来做孝困即个农夫，大家拢来种即款真有经济作用的甜凉笋的作物。一条又搁一条青的甜凉笋，纤维有够油，食起来香甜啊香甜。陈景行讲，家己厝里种的甜凉笋无毒，无含芹酸，采收落来直接生食，气味上界赞。好吃啊！即阵甜凉笋伫咧台湾主要的产区是伫咧中部，不过陈景行研究发现，屏东的日照抑有水源，更较适合甜凉笋生长，采收期会使达到10个月。准讲种了好，平均一支竹仔所生产的竹笋年产量达到80斤到120斤，当年平均的收入一分地就有10万到12万。我现在这一株采收也完，大概50天以后。这个我们又可以采收一次，经济价值比较高啊，而且不用喷农药嘛，也不用什么农药啊，就是无毒农业啊。陈景行除了成功利用矮化技术，让竹笋唔好生甲遐悬，通好避过风台，佮利用农业废弃物做肥，创造循环经济，佮邀请民众到店来做假日农夫。我是属于假日农夫啦，因为这个不用每天来嘛，他偶尔来巡一次就。我很鼓励年轻人下来，小农来种植这个，我很愿意辅导他们，把我们的经验做一个传承。友善环境的种植方式，唔但对地力介好，佮会使增加甜凉笋的甜度，即阵佮较正做屏东新的农作物。
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花莲县的鲤鱼潭，这已经建设全国头一大，要有一寡出入有较不便的民众，通好运用的无障碍互动式的码头，今日正式开幕。参奖的人士接受邀请，专工去到遐试用特别设计的设备，轻轻松松就会当落去到水底。但伊嘛咧烦恼讲，真正参人共款，会当自由自在去过独木船咯。为着要让所有的人拢会当伫水下来佚佗休闲活动，花东秋国国家公园管理处特别伫花莲鲤鱼潭潭北码头特别来设一个无障碍的码头，这是全国第一座。我觉得很温暖哎，这个太友善了，给我们用一个新的那个运动的方式，非常非常好。若是会当落去水底过擦靠船，毋知是偌济心障碍朋友的梦想，因为总是爱麻烦一堆人来斗相共，嘛无一定有法度安全落水。即嘛有一个无障碍码头就好势啊！往常我们都是教练把那个船靠岸边拉住，然后身障者是坐在地上，然后慢慢移位下去。那常常因为就是说，船只也是会晃动的，所以就会造成上下船非常的不方便。这种无障碍码头的设计，就是配一套有真济做锁仔当游的船道，心障碍朋友干那需要游锁仔，就当起哩插靠船。过来后壁工作人员甲因送出去，互因入去开放的水下，落水的时间无到5分钟，而且真安全。身心障碍者他要上到独木舟的部分会比较不方便，所以我们的设施是做一个辅助设施，能够让他从我们的码头能够很顺利的、比较安全的到他的独木舟上面。除了呢，以外，冲关处阁做一个无障碍垭，阁有2座无障碍脏水间，方便使用者生水了来洗身躯的作业。心障碍朋友是希望讲全国其他的开放水域嘛会当来做这个设施，互更较侪人会当来耍水上的活动。记者综合报道。咱我来看新竹，新竹出名毋是干那工业园区，遮佫一所新竹高中。高中内底篮球教练刘俊志，以早就是工业园区，一年当收入100万的工程师。毋过因为伊对篮球都足有热情的，决心将工课实现上，专心做篮球的教练。拄开始一年当赚都无10万块咧。毋过伊讲陪这少年家追求梦想，实在是足快乐的代志。伊嘛希望要带新竹高中的篮球队拍入去 HBL 高中篮球联赛。摕手机记录球员练球的状况，也指导球员抢球的时间，而且分析场上的情势。伊是新竹升竹高中篮球教练刘俊志。在做教练之前，伊捌是一年赚了几百万的工程师。就是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一个教练讲习，然后就是那边的老师有问说，有没有兴趣想当教练？然后我本身对篮球就很有兴趣嘛，然后就也在之前的公司有在帮忙教同事打球，然后后来想一想说，我其实对基层篮球比较有兴趣，然后他就去问，然后他就找我过去帮忙。球员眼中的教练是老师也是朋友，因拢学了刘俊志真认真。他是一个很认真的教练，对吧？然后就场上场下都帮我们很多，然后也帮我们找一些资源。他会利用自己的时间来帮我们做训练，就是假如我们放假然后他还是会到球场看我们有没有去训练，然后他会帮我们捡球啊这样。因为对篮球非常热爱，就算讲教练的收入无多，刘俊志讲感谢太太甲支持，互伊会使坚持做家己喜意的代志。前面2年可能就薪水1年不到10万啊，然后现在有好一些，但是因为我老婆很支持，所以我就是坚持下来。因为看着球员就是每一届不断的成长，一些我的教导之后，他慢慢的走入正途，我就觉得说，蛮有成就感的。为科技新贵转换做全职的篮球教练，刘俊志定目标，讲要带领升竹高中篮球队拍入 HBL 高中篮球联赛，佮要继续陪伴这些少年球员勇敢对望。记者综合报道。近来中政府真积极咧推动绿色的能源，民间原来有袂少人撩落去斗拍拼。来看宜兰这一间南洋地热公司，因已经有和宜兰大学这学术单位合作。推动有适合台湾的地下烧气发电的模式，除了发电已经试运转了，都有成功。不过，宜兰县政府换党执政了后，煞换去甲别间业者签约，讲要以 BOT 的方式来开发地下热能的发电，互这间公司化工感慨真正无公平。
为涂骹喷出来地热，会当好好发展再生能源。咱用地热公司和宜兰大学大大合作，伫咧宜兰清水地热9号站并网成功。虽然有进展，不过可能无法度做落去。最近咱用地热接到宜兰管府通知，爱拆除设备离开当地。BOT 得标厂商事先去跟宜兰县政府就是要取得那一块地，并且在他们发电前，他们就是要我们先离开，已经一个送电并网的系统就这样要被拆掉，其实是蛮浪费，就是大家的心血。咱用地热团队打拼4年半，用全流式发电机组，伫咧今年4月重新启动发电。业者表示，连风台天拢会当发电。无想到讲，宜兰县政府活动接近了后，随后已经有成个的发电计划爱来动点。那我们的困难就是碰到县政府突然翻案，出尔反尔。当时爱甲机组拆掉，县府和宜兰大学各爱开会协调。不过，这个三学合作的地热发电机组无摕到土地同意书，其实也未当申请再生能源发电设备同意备案，无法度卖电。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咱来讲到台北市的信义区，普遍拢会想到百货公司和办公大楼。不过，伫咧遮有一个成立3档的社团，叫做自乐帮。因经过社区的营造，要互大家了解讲，信义区毋但干那闹热啦，也有真宝贵、佮真趣味的古时的文化。自乐帮成立3年，驻点伫信义区。创办人吴阿宪、林志玉用社会设计方法，结合游戏甲议题，推出几落款实景游戏，互人看到信义区稳重版的历史甲风景。阮这个俱乐帮上大目标就是想讲，爱将这个大家变做所谓的这个创意公民，啥物叫做创意公民？就是讲大家拢会当用大家的方法，大家的创意，去将这个伊身躯边的代志，也是人，变做较好。伊会当去做一寡工课，去互这个社会变较好。吴阿宪新需要熬观察，自乐帮每一款游戏的卡本拢是伊设计。不管是历史的，甚至是政治艺术的，伊拢有材料。我就想讲，阮每一款游戏拢希望讲，伊行的所在会当甲这个议题会当结合起来，所以故事嘛为遮出发。较到设计甲开发的林志玉，是甲每一个用心所想出的故事变做真正游戏。伊也甲在地文书工作者合作导览。最近甲什么完全无共款的信义区原始的风貌找倒来，这种合作模式也已经过3档啊。做这个代志，不管是导览嘛，是做研究，毋是为着成就感。咱甲自主讲，咱家己要了解，会使搁较知影本来5分埔是安怎，伊是安怎行到今仔日，互人知影伊是一个袂差的所在。自乐帮希望培养更加侪创意公民，虽然路也阁真长。这3年也失败过真侪遍，不过因是愈挫愈勇，才法度行到今仔日。梦也未完成，不过正向着心中的理想，一步一步向前。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一条关心地球环境的消息。印尼这个月像哪来会晓讲，当年都有火烧。像讲国内上界西边的苏门答腊这块岛，近来森林的大火一个烧几两礼拜，蒙雾应该对隔壁国马来西亚去。马来西亚的政府昨就宣布讲，因空气品质的指标已经达到对人体健康相当危害的程度，宣布国内409间学校拢暂时停止上课。印尼幼儿园的囡仔随会挂嘴暗，因为这礼拜苏门答腊森林大火继续伫烧，造成真严重的空气污染。老师为着学生的健康，互因较早下课回去。merasakan ya Allah karena sudah di atas rata-rata yang diharapkan dari dinas kesehatan. Cuman karena belum ada instruksi untuk melakukan anak, jadi kita menyatakan pulang dan sebulan itu. 而且印尼的野火阁影响到附近的国家，马来西亚吉隆坡双租车大楼去互风皮营业打掉咧。政府初十宣布，空气品质指标 AQI 已经达到201到300之间，算是危害人体非常无健康的范围。除了伫当地学校发50万的水淹，而且阁下令409间学校来停课。新加坡的政府嘛表示，空气品质对顶礼拜就开始一直恶化，若是风继续安尼透，会甲风皮营业对印尼吹过来，空气品质会伫24点钟以内达到有害健康的程度。
空气污染的指标超过标准，嘛造成真侪囡仔有喘气的问题。印尼当地医生表示，过去2个月，因为无法度喘气来病院看医生的人有继续增加。Dokter sih memang sesak napas karena asap juga kan, kemudian dia demam batuk. Yang intinya sih itulah gara-gara asap juga. 环保团体指控，印尼的森林大火是农民为着要种会当做油的樟树，偷偷甲森林烧掉。印尼政府嘛表示，已经出动9天的军警来拍火，佮威胁讲，因若是无法度甲火拍话，会叫因登记食家己。印尼政府佮讲，附近国家的空气污染毋是因害的。过去1礼拜，东南亚国家包括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等等的国家嘛，爆发成过森林大火。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天气的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气温的资料。北部30度到35度，中部29度到35度，南部29度到33度，东部26度到32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的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正，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